家法伺候。准。打！逆子，逆子，你气死我了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你逆子！范建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还哪有脸见陛下？你好了，别装了。陛下口谕，宣大殿下与范闲入宫见驾。撤！这么快，父皇震怒，你就推到我身上，就说是我要送你下。不行，这是抗旨，你扛不住他。陛下旨意让林相告老还乡，别的旨意我没听过。等大宝醒了，就送他回去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我跟你一起进宫。那就全完了。撤！小人在此为二位引路。父皇在哪儿见我们？御书房，请。若是重罪，多少刑部会拿捏。我在殿上，那就还好。洪公公，我能吃吗？请。你倒轻松啊！陛下真要砍我的头，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啊！来这儿。咱们两个鬼啊，吃饱一个得了。你想想，到底怎么说？不怕，我都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。怎么了？可能是脚扭了，没事，你先走着，我给他正一下。陛下得知消息后，略有息怒之色。但方才御膳房送的糕点，陛下吃了2-3块。陛下平日动怒之时，绝不会去动糕点。这都敢说？脑袋不要了，大人恩情，小人并未忘却。陛下，他们都候着您呢。传大皇子。是。殿下，陛下让您进去。父皇，听说最近你跟范闲走得很近，确有其事。朕想问问你，你这次前来是为他求情呢，还是为自己开脱呀？儿臣想替我们俩求情。为什么替他求情？儿臣看他有些顺眼。看他有些顺眼。来，坐。坐。怎么看他就顺眼了呢？他重情义。他重情义，那别人呢？京都百官多是重名重利，重情者少了些。陛下，户部尚书范建求见。让他等着。是。刚才你说诸子百官重情者少，知道为什么？儿臣不懂。李成儒，
你是一个忠厚之人，不懂为好。儿臣常年驻守边境，眼光见识是浅薄了些。浅了好，安心省心。去吧。是。哎，把范家父子叫进来。是。院长，行了吧？继续擦。咱都等多久了，院长？陛下，臣是来谢罪。何罪之有？擅自出京，调动黑旗。陛下，这是林相回乡之时，将麾下门生旧故的名册转交于臣，臣献于陛下。范建，你来干嘛？臣，袖子里头装着什么东西？戒尺做什么用？范闲抗旨啊！他擅自出京，调动黑旗，臣听了火冒三丈。范家一族向来事君以忠，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逆子？你准备怎么处置？臣想家法伺候。准。打！逆子，逆子，你气死我了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逆子！范建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还哪有脸见陛下？你好了，别装了。行了，范闲没事了，范闲没事了，真的？哎呀，你干嘛一直黑着个脸呢？你吓死我了，你！给你个忠告啊。人不要太聪明了。属下记住了。那属下就回府里去等小范大人了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帮我办完事再走吧。您说。6处有人被杀了，麻烦你跑一趟。麻烦倒不麻烦，按这地方到京都这距离，应该当地的同僚办案呢。是。现在人手缺少，你是老江湖了，帮我看一眼。这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吗？我等着你回来告诉我呢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从南门出去，有人在刘家坡等你。我快去快回。哎呀！林相的事儿，朕
一点都不在意。今天让你们前来，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范闲，该完婚了。啥？你范闲该完婚了。我跟婉儿的婚事，你还想换一个人不成？啊，不换，就婉儿。好，3天之后完婚。3天，3天来得及吗？从礼部拿银子，我们在事后给他补上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。范建、范闲，你们听好了，这桩婚事不是你们的家事，是国事。是国事，陛下英明，臣领旨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有事没事？成亲了，回头来喝喜酒。成亲？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哎，他要成亲了，我去宣旨。哎，纸宣完了？宣完了。要不要留下喝口茶？还得赶回宫里。3天后大婚，这哪来得及筹备呀？来得及，礼部操办，宫里出钱。我早说过，以我哥的才华，陛下肯定会宠着。哎呀，你呀，就这样把纸接了？哎呀，没问题。你稳重一些。这一惊一乍的做什么？爹娘，哥姐，咱要发财了，这是无本的买卖。什么无本的买卖？听着跟劫道似的。说这么难听啊？什么叫劫道啊？你成亲这档子事儿，可比劫道挣得多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想啊，宫里出钱，礼部操办，这咱家不就是没有本钱吗？皇恩浩荡，这是多大的荣耀啊！倒是这道理。对吧？等到那个时候，那京都这么些名流、文武百官，那不得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呀？你是说人来的多，礼金就多？他想的恐怕不是人多，他想要人少。要么还得说你是我哥呢。那人少，礼金不就少吗？这都什么情况了？你还在乎那点礼金呢？不重要，礼金还不重要，资格最重要。什么资格？入席的资格呀！你想谁不想吃这顿饭呀？到时候咱这就得大办，能办多大办多大，得让北齐都能知道。但是呢，能够进范府的机会，入席的资格越少越好，越精越好。就得是那些个京都的达官显贵，要进不了咱家的门，就是臊子都出不了门。饥饿营销啊！人要来了，也不能让人家忍饥挨饿，是吧？也得好吃好喝好待遇。那请谁不请谁，不都得罪人吗？不得罪啊，咱摊开卖呀，公平公正，价高者得。就是哥发明那词儿拍卖，咱嫂子皇家郡主够可以了吧？他要是成亲，他那几个哥哥不得来吧？太子得来吧？皇子得来吧？那满朝文武都得来呀！到时候这得炒到什么价去？人脑子打成狗脑子！这趟拍卖会必须由我来主拍，我来操控节奏。哎，你是偷偷回来的，最好别露面。那无所谓，已经都这种局面了，谁主拍都一样，姐你主拍都行，是吧？到时候这些人一来，咱们这些，哎呦哥，可能还得麻烦你再多娶俩，是吧？这产业一形成，这咱马上就成庆国首富了。我这辈子可就娶婉儿一个，不多娶了。行，一个也行，就娶一个也可以，我也能让这产业做起来。你是说等你成亲的时候再来一轮？那不，我成亲谁来没用，他就得范闲。不行，咱就这么着，只能委屈一下我嫂子了。过2年呢，你找个茬儿，就把我嫂子给休了。和离之后呢，咱不还能复合吗？你再成亲，咱就再办一回，再办一回又收回钱。成亲合离，成亲合离，亲离亲离，发财了！
坐下。拿好，哎，看这个，喝水，喝水吧。来，清茶。喝点水吧。把这些送到那边去吧。好，我这也给我吧。他这是去哪儿了？如厕。如厕为何要带纸笔？宫内符旨，如厕可以，人不能闲。升堂。殿下在哪儿？放这儿吧。这个好看是吧？这个还是香。我这边好了。把晕倒的那个给扶下去。好。给他个馍，加点辣子，让他去缓缓。馍，拿个馍过来。快点，快点。妈，是啊。公主，你来了。袁先生这些日子在信阳还习惯吗？一切都好，就是吃的稍微有一点点辣。相府不吃辣吗？相府自然要跟着林相的口味来呀。袁先生在相府潜藏，也是辛苦你了。总算没有辜负公主的使命，把林若甫拉下了相位。他在不在那个位置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咱们这出戏都是那位在搭台，我们不过就是跟着配合。这个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，但是我得装成不知道。骗人不如骗己，聪明。不敢，不敢。哦，对了，你不能吃辣是吧？过来，把先生府里的厨子都斩了，再换一批。公主，大可不必呀，已经开始习惯了。也许再过几天，我就无辣不欢了。唯一缺点还是心善。确实是习惯了。人善被人欺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要不然怎么会从京都被赶到这个地方呢？先生，看我园子里这些花还艳吗？您这是？婉儿大婚，礼要备上，金石珠玉，俗气难耐。还是美一些才好，就是这花剪多了显得难看。明年，这又是一团锦簇，伤了根本，得备些花肥。公主心善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。为人一世，自当如此。这些人，信阳所有商铺最好的账房都被我召来了。北诏，
大婚之后，内裤交给范闲，我把所有的账目替他理清楚，也算是份贺礼吧。先生有话要说，不必拘谨。内库账目也算是机密，这些账房日后得严加训诫，可别泄露出去啊！不是说了要备好花肥吗？走。再到明年，又是一团锦簇。各位，吁，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到了会儿了。哎，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妨。里面死的是6处的好手，我率队守卫，你进去验尸。这不得找个仵作来啊？院内绝密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那我也不能空着手干活啊。陪我一起吧。若有敌踪，全力冲杀；伤亡过半时，分兵抵挡，护送王启年回京都。这些已经是最上品了。总觉得差点意思。范闲大婚，殿下未免也看得太重了。禀报殿下，一家大小姐求见。进。这么晚来，哪一出啊？婉儿跟范闲要大婚了。听说了。婉儿跟我如同姐妹，她跟范闲在一起并不容易，你别捣乱。怎么这么想啊？你说呢？我之前是给范闲下过套，可这次不一样，自家妹妹大婚，不想横出波折。你瞧，我这不是正在给大婚挑礼物呢，来帮忙选选。你发誓吗？要不然咱们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问我个问题，我对天发誓，给你的是实话，否则我不得善终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说实话，这才公平。行啊，反正我又不撒谎。要发誓。好，我也对天发誓，待会儿你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如实相告，不然就叶氏一族家破人亡。问吧。婉儿大婚，你会不会借机闹事？不会。没想过？没想过。不管我与范闲斗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中始终把婉儿当自家妹妹。
那就好了，该你问了。你方才说你与婉儿情同姐妹啊，胜过亲姐妹。那你可不该有事情瞒着她。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她？那我的问题来了，林拱遇害当天，范闲来找过你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发过毒誓的，得说实话。你怎么知道？范闲在京都有些名气，去过哪儿，遇过什么人，费点心都能查到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跟范闲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瞒着婉儿？不是的。那是范闲来找我，就是问我件事儿。问了什么？你看见林拱与那2个牛栏街刺杀的女刺客见面，是你把这消息告诉范闲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不会破坏他们的婚礼。当然，我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这场婚礼一定会很热闹的。院长，回来了。辛苦了，应该的，还扛得住。那具尸体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怎么死的？利器穿刺而亡。从伤势上看啊，凶手出手极快，易如凡人，武功高强。可除此之外呢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自江南到京都，山条水长，这跟江南有什么关系啊？前些日子，江南有连环杀手出没，此人武功极高，行踪难寻。费介亲自前往江南，就是为了这个案子。有费老出手啊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费介前几日飞鸽传讯说他跟丢了，费老都跟丢了。自那日起，江南到京都，官府沿线不隔数日，就会有监察院的同僚惨死。那这凶手是从江南奔着京都来的？你看到的应该是最后一个。那按脚程算，此人应该到了京都。可这是谁呢？他能让费老无功而返？从这伤势上看，跟我今天见那尸体一模一样。一个人干的。你往前翻，往前翻，看看死者是谁。院长，那这个消息，我能告诉小范大人吗？你觉得为什么能让你跑一趟？明白了，替您告退。林拱被杀时不是没有怀疑过范闲，但当时范闲反驳的理由就是他并不知道林拱与刺杀有关，所以他根本没理由杀林拱。可事实证明他是知道的，所以他有动机。林拱的死很可能跟他有关。殿下，您接受婚约和叶小姐来往，难道就只是想要得到这个答案？别把我想得这么坏。
范闲与郡主成亲是接掌内库的条件。如果没有这场婚事，内库就有机会重归旧主。殿下，3日时间足矣，只要把这消息告诉郡主，这场婚事就再也不可能发生。谢必安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坏的想法。你是说有个连环杀手从江南到京都一路杀人？是。然后从死者伤势上看，跟从前的一个验尸结果类似。没错。那这所谓的从前的这份验尸结果，死者是谁啊？林拱。你没看错？不会错了，大人。2次伤势非常相似，这凶手啊，2次杀人，出手速度都是极快，异于常人。当然了，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次的连环杀手跟当年杀害林拱的那个凶手用的武器相似，武功呢也相差无几，也会有如今的这个结果。你刚才说，这个凶手是从江南一路奔着京都杀过来的。从时间上算的，现在应该已经在京都了。从我记事儿起，你就一直守着我。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你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守护神，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。所以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为了自己吗？谁？吴珠说：“你到底在哪儿啊？”哥，你醒了！姨娘，哥醒了！范闲醒了，睡好了吧？姨娘来了。哎，叔叔，你先出去啊，我换个衣服啊，姨娘。不用，正好是衣服。这2件都得是。想得美，满院子都是。
色我试试。内姐，还有内姐，内姐我再看看。看来啊，真是如意郎君，小姐都笑开花了。不是，我在想，范闲这个时候应该也在试衣服。那肯定呀。你觉得他会逃吗？逃什么？逃婚呀。我觉得这就挺好。你觉得有什么用啊？得一件件试。你们先试，我出去一趟。走，是别想了。太折腾了，我受不了。折腾，这才最外面一件，3套内里都没到呢。我死了得了。说完再死。叔叔，你从小最听话了，你放哥走吧。哥，我也是心疼你。你明明在笑。有吗？我早上没吃东西，心里慌。边换边吃。我接手。2天后大婚，你往哪儿跑啊？你要豁得出去不成亲，这会儿随便跑。让他这么试，怕是生不如死。您怎么知道啊？我了解他呀。若是这时候都不逃，那就是真放不下我了。不跑了？来吧。小姐，您还有很多衣服要试呢，再累啊也得忍忍。他不逃，我就不逃。婉儿，婉儿，灵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试了好多衣服，都快挑花眼了，你快帮我选一选。我有要紧事。你们先歇会儿，都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找我有事儿？李晨，阿切，你怎么了？得伤寒了？没有。阿切，小桃，快去把治风寒的药拿来。小姐，您放哪儿了？就在我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你等我一下。还给家里留了书信。什么书信？你学我笔记？不喝了。你抓我是为了什么？我怕你单独去见婉儿，告诉她林红的死其实与范闲有关。人不能太冲动，朋友没有你这么当的。你要提前说了，还怎么成亲？说的倒好听，你不就是想在婚礼上说穿吗？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你说呢？这绸带是不是有点长啊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件不错，应该算是甲等上乘。甲等上乘，你觉得呢？行还行。谁问你了？你来干嘛？
他找我有事儿，哎，别走啊！我不急，你忙你的呗。抓紧连环回来继续。说吧，啥事儿？爹让我叫你啊，我这就找他。没事，不忙，你这重要，他不着急。我着急。爹，爹，您找我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还真是挺合身。哎，您说合身，那就定这事了。不，我没说，我说了不管用。我是真受不了了，这一箱一箱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哎呀，人生大事得要周全。不是，这一件又一件的，看着都差不多，有什么区别呀？谁说不是呢？您当年也这么试的？我试的比你多。那您怎么过来的？熬过来的。哎。你跟着叹什么气啊？我是想啊，寻常人家根本没有你这种机会换这么多套衣服，你这烦恼啊，其实是人家的幸福。我说错了。你是犯死者吗？你能说出这话？我这次北上啊，见了太多了。咱们大庆就算国力雄厚了，可是还有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呢。所以呢？所以就得多挣钱呢。我多挣钱就多开铺子，最好铺满全天下，什么大庆啊、北齐啊，哪怕是东一城都开铺子。那铺子开的多了，来做工的人也就多了。我没想的太大太远，就想着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。说的没错，嘿嘿，光赚钱怎么行呢？哎呦，你有这份心，也算是长大了。范霞，叫你来是有些事儿，要你自己衡量。你这次大婚惊动了整个京都，一个呢，你有诗仙之名；二一个，将要接受内库；再一个，陛下亲自指婚。如今朝堂上下各部官员都等着上门贺喜，咱们家就这么大，塞不下满朝文武。喜宴名单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提醒一句，请谁都好说，难的是筛掉哪些。来不了的人心里难免有刺，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推你一把。你再说说，这拍卖会能成？所以说，请谁不请谁，都不合适。是这道理。那就谁都别请了。成亲不设宴，说不过去。家宴，家宴，家宴。那边来了个大家伙，可漂亮了。他们都是奔你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再去帮你看一看吧。从信阳到京都一路撒过来的，哈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的，都不休息吗？他们轮流撒。那得撒多少花啊？车上装得下？这一路上啊，一路薅啊，不知道路秃了多少座山。
他是我亲自赶出京都的，如今大张旗鼓来给我送礼。毕竟，他是郡主的生母嘛。哼，他要是爱屋及乌啊，就不是李云瑞了。哎，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！好久不见。陛下命你留在信阳，若无旨意，不可回京。我抗旨，就是偷偷回来的。你现在可以去告我，一告一个准。回京都是想做什么？给你的。别怕，只是我的一份贺礼。与婉儿成亲之后，你就该接手内库了。这是内库的账本，还算有诚意吧？不惜抗旨回京，就为了送这个？成亲那天，我要见见婉儿，她是我的女儿。成亲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。但是我希望他有，我也想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婚礼期间，你我休战。那婚礼之后呢？那还用问？你死我活。就没有想过我不答应？刚刚说了，可以去告我。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你怎么选，我都接着。在京都住几天？看我高兴。住哪儿？反正不是范府。藏得好点儿。该叫我一声娘了吧？慢点看，别对着强光，不着急。没事，看完了。怎么样？内库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，毕竟是曾经的天下第一商铺。有史以来，天下第一商铺都不为过，多少奇思妙想，分铺开遍天下。还有皇室撑腰。如今看来，这账面上亏损了2000多万两。李云瑞这个生意做的，就该掉脑袋。皇室的脑袋没那么好掉。你听到这个欠款就不惊讶吗？早该想到的，就算没欠，交到我手里也该欠了。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，不光是账本，也是一个坑。就算是坑，也等到成完亲再跳吧。你说的对，
婚事，天下最大，你娘也盼着这一天呢。这些账册是不是先藏着些？怎么藏呢？人家撒着花送来的，不如大方点儿。大方点儿。现在通知8处的人过来抄录，正好，你也用一下你娘留下来的宝贝。抄完之后呢，都给谁看？该看到的都可以用。内库底蕴犹在，范闲又是个人才，我猜不出4、5年，亏空即可追平。这账本大张旗鼓的送来，该知道的都知道。天下商贾逐利而行，既然知道欠债，谁还敢跟范闲做买？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。半年之内若无转机，他就得把内库吐出来。哎，半年时间，2000万两，即便是神仙也做不到吧？除非有人愿意帮他。范闲入京以来，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要投效东宫麾下？还没有。2000多万两的大客，换个礼尚往来，不过分吧？你是在救他。想救你的人不多，落井下石的人不少。毕竟数目比较大。是2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吗？不，就这只。啊，应该是老花。毕竟2000多万，你就一点都不上心啊？先不管他，成亲了再说。别着急，欠款的事情，陛下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我不着急。其实我这次来啊，也不全是为了这事儿。连环杀人的事儿，王启年和我说了，凶手看清了吗？我猜想着你当天就会来找我。这事儿要能摊开说，您就不会转个弯让王启年跑一趟了。你小子可以做官，是吴主书干的吗？不知道。从江南一直杀到京都，见过他的人都赔了心。那这些天呢？这些天京都平安，凶手好像是销声匿迹了。那就不是他。吴珠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如果再来一次呢？如果他连你也忘记了呢？甚至对你出手，该怎么办？您这老花，我给您想想办法，一定给你解决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怎么办？我成亲，您来不来？那是你的家宴，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。我早就没有家了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成婚之后再看吧。这是随礼，人不去礼不随，不合适。里边装了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祝你永结同心，100年好合。
母亲大人，别动。今天就让我替你梳妆。你何时回的京？偷偷回的。陛下没旨意？没有旨意。那这是抗旨啊！上旨什么时候抗过娘？抗旨可是重罪。我不在乎。你出嫁，我要是不回来，那才是重罪。母亲大人，我这辈子有一点是认准的。什么？这天上地下，我李云瑞最美。虽然有人眼下看不到我，但也不是我的错。您说的是谁？那不重要，我那样说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来京都，因为我要亲自替你梳妆。在这人间，如果我允许有另一个人比我更美，那个人必须是你。必须是今天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孤身一人，过得不快乐，如今也无法弥补。只有今天，让我尽一次母亲的责任，让我亲自将你送入到人生的下一程。娘，别哭，现在胭脂刚好。娘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范闲争斗了？看看你，多美！做娘的输给你了。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。您要去哪儿？偷偷的来，自然要偷偷的走。婉儿，我没有过过你这样的日子，我羡慕你。站住！从今往后，把我这个娘从你心里给挖出去。您能来，
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放过他们吧。我就害怕你不放心，所以让你和我一同去。我又不会武功，真有什么意外，随时向我动手。这马怎么还停这儿啊？往那边走，马车停那边。哎，两位，受累啊，把马往前走走。来，哎，马车都停那边去啊，停那边去了。哎，这边几位，哎，咱把马牵那边去，好不好？哎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哎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是那个王启年哦。带礼物的，跟我进去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家宴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。都谁到了？那。北齐奇信，边军800里加急。北齐犯边？不是，无关战事，是北齐那边写给范大人的书信。一封私信，边军800里加急是合适吗？写信的是北齐皇帝。哦，哪有新郎官亲自倒酒？家宴无所谓规矩。怎么，我成亲，你比我还紧张？哎，范兄，来，若若姑娘在府里吗？怎么着，还没喝酒呢就想跟我耍酒疯？宫里消息，你大婚之后就是我和若若的婚事。若若不想嫁。范闲，这是圣旨，我和若若愿不愿意不重要。可是她不想嫁，那怎么办？难道要抗旨吗？其实，我对若若一直观感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接触接触。我的为人你也该放心。那圆梦怎么说？哎，圆梦，那都是过去的荒唐事。抱月楼的事情，我真没有参与。我相信你，我也原谅你了。但若若不会嫁给你。哎，赐婚的事情，谁还能拦住陛下的旨意啊？恭喜恭喜啊！太子殿下，见过太子。大哥，那什么，这东西都放到里边那院子去。哎，看见新奇的物件不要乱碰，听见没有？我来啊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跟兄弟们来蹭个酒。那个修好了吗？啊，修好了。北齐小皇帝给你写了封信，你快看看。哎，催我更新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红楼，北齐小皇帝喜欢看。就这？还有点别的消息，殿下自己看吧。
天下4大宗师苦荷要收若若当关门弟子。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？这上面说了，门没关严，再关一村，这也算理由。 4大宗师武艺超群，想法难免异于常人。送到宫中，交由陛下点朵。这就安排。行了，入座吧。哎，范兄，范兄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觉得这婚事还能成吗？ 瞧在4大宗师的面上，陛下这此婚恐怕会不了了之。4大宗师凌驾于王朝之上，你觉得这是好事吗？一向如此啊。我随口一说，你别在意。赶快入席吧，冷菜快上。这亲热怎么没人呢？对呀，怎么没人呀？你不用一直牵吧。谢边不在，万一有刺客全指望你了，牵着，我心里安心点。我护着你没问题，但你可答应过我，不破坏婉儿大婚。你要是实在不信，不如这会儿杀我。你看。 我一个人又不会武功，动手不难，一了百了。你要是在婚宴上胡说八道，我肯定动手。那就说好了。说好什么？要不然保护我，要不然杀我。我这条命啊，就先放你这儿了。 哎，你娶了婉儿，咱也算是亲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大哥，我不骗你，为了咱兄弟这事儿，我是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这内库亏空这么多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太子为人突出一个慈悲。还有一点啊，我看这北齐对你也是颇为看重，但是咱们这内库亏空再多，那是咱大庆国的事儿。 可不能拿别国的钱银来填这窟窿，这是大忌。太子不必多虑，北齐小皇帝就是再喜欢红楼，也不能倒贴2000多万两，哪个世界也没有这么催更的。也对啊，这话说回来，内库亏空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今日范县大婚，不提这些。啊，不提了。啊，再提最后一句啊，幸亏那人被禁足了，要是他来了呀，还不够添乱的。大人。 二殿下，登门贺喜。